垃圾又係記得帶返出市區或者主要交通道路抌啦。拜拜。
又到咗第3日啦，唉，又要起身啦，好舒服啊！越瞓越舒服啊！我的紅色戰友，哎呀，你出去望下出邊嘅風景。3天的小家，不錯不錯。我啲苦行僧冇台冇凳，石頭就是我的爐灶。我拍片好似 OK 嗬，呢個簡直係垃圾，或者我買到唔啱嘅，你睇啦，佢就係咁樣就會甩落嚟啦，睇下，佢係勾唔實噶，即係呢個嘢唔實，同埋會漏水，即係佢呢個位呢，我已經拆過出嚟，無論呢個係冇呢粒嘢，冇嗰個塞水呢。佢都係轉唔入去嘅，即係佢淨係轉到2格啫咯。咁所以呢，係呢粒嘢有問題咯。就算我呢個拆晒出嚟呢，佢都淨係轉到2格。我啱啱拆咗出嚟啦。咁佢呢個粒水呢個呢，係即係
唔係好啱位噶。就算唔係因為呢粒水呢，呢個嘢本身就係轉到兩格，就根本轉唔實，所以呢係佢會係咁漏水，同埋會甩落嚟咯。即係呢嚿嘢你睇係啦，佢呢個嘢係唔實，唔知有冇人可以幫下我呢？點樣整實佢？有嚴重強迫症潔癖的我，竟然會喜歡喺大自然森林過夜生活，但這是自己最內在喜歡的事情，就不會覺得麻煩，只是比他人需要多點時間去執拾，每次都會抹乾淨啲泥土。自己喜愛嘅事情就不會覺得麻煩，而會享受進入一種心流平靜的境界。我的千年 BB 枕曬到變咗太陽的味道啦，冇曬我陣 BB 味啦，好曬啊！垃圾又係記得帶返出市區或者主要交通道路抌啦，拜拜。